来关心国防消息，陆军纳hiệu专案要甲美国买攻击型的无人机，预算本底是变60多亿，后来调整到110多亿。不过美国8月时阵通知所有，佮变做50多亿，这计数起起落落，引起立委的质疑。 陆军纳hiệu专案向美军买685只能源杀伤的弹簧岛300，甲291只反装甲的 Otis 600攻击无人机，军方编预算新台币60多亿。美方今年6月也进行各地国会听书了后，陆军也对例调整到115亿。不过到8月，美方提供装备发技术，又搁变做合计50多亿外，台下立委拢质疑讲，绩效政策起落上大。 财政纪律，今天你如果只要花这么多钱，然后你超出这么多，超出1半以上，签约的是我们目前大院已经核定的数量，所以就是55亿嘛，并不是55亿嘛，对不对？后续这个预算是缴回还是增购？是不是请国防部向各委员来做充分的说明？并不是因为有这样子与预算上面编列的差价有60亿。 要去把它买足买齐。对军方提出用修订原案发技术方式执行，避免中期建案会当缩短摕到装备的期程。立委要求军方要先讲清楚计差的原因甲战略的规划。另外，军方明年度编共买20亿的创水南国造后续站的建造，南为市卡新要提案减列抬到剩2亿，甚至立委黄仁预备甲20亿全部抬掉。 海上测试什么时候会开始执行？4月1号会执行开始。4月1号会执行，交件在11月。在野党可能要针对明年编列的部分来去动减删。我已经一再的承诺，就是海测通过之后，我们才会动用这个钱。郭立雄解说，若准今年唔编这条预算，等到海军和海测通过，可能会过明年8月预算编列期程，恐惊会冲击到2年的期程，会影响后续南的建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